心脑病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林嘉义表示，真性红血球增生症是骨髓增生性的肿瘤的一种，大约有9.5%到9.7%是后天基因的突变，造成骨髓造血功能的异常，让血球来增生。传统的治疗有靠药物或者是干扰素，甚至合并放血来治疗。亲像这名40岁的黄先生，过去一冬每2礼拜都要进行1次放血的治疗，但血球的控制并无稳定。后来经过医病共享的决策，使用新型的长效干扰素，才让血球的数量恢复稳定。我先生就是有一阵子突然脸色变比较黑，然后我们就是怕他有什么疾病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先安排健检，然后发现他的血球指数有点，血液的指数不太正常，然后那个健检中心就转诊我们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就医之后发现就是确诊是红血球增生症，然后后来医生就说要采取放血治疗的方式，那他是2周放1次血，然后我们维持了大概快1年的治疗之后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改善，指数也都没有下降。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已经1年都是这个状况，很担心说他把好的跟不好的血都放掉之后会有什么并发症的部分。以前其实一部分就是治疗上呢比较这个跟病人解释上有时候没办法那么精确然后在选择上呢有时候也没有这些文件呐跟病人来介绍说现在治疗的这些偏好的效果等等。那现在呢，其实很重视这个医病的共享决策，那会让病人知道说，各种治疗，它的一个好处或者是坏处，它的优点跟缺点，让病人去统合他的一个偏好来选择最适合的治疗。那当然，药物的随着时代的一个进展，那现在有更好的药物，它的一个副作用也低，甚至有办法去治愈这个病人，这才是病人最大的一个福音之一。医师表示，虽然中央健保署对着血液治疗药物有一定的给付标准，不过透过医病共享的决策，会用的让患者甲家属更加了解，并且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嘛，让黄先生成为医病共享决策一个上好的案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